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6是今个欢收看8月8号中嘉单庭新闻。选定父亲节之天，基比下中心特别办活动来庆祝。现场都要推广在地农产的健康饮食概念，有专业的福建治疗师示范，要替辛苦的爸爸顾健康。伫咧福建治疗师的专业带领之下，基比医学中心副院长甲侪医师、护理人员以及现场的民众，大家做伙动起来，进行着骹手以及身体的简单运动。安尼热身方式会当帮助身体伫咧从事运动的时阵更加安全，避免造成运动伤害。另外，现场也有健康食饭团 DIY 的活动，以及癌症筛检等等的单位。要帮助民众来顾好身体健康。今天呢，在奇美医院，我们特别在爸爸节这一天呢，举办暖心爸爸永保健康这样一个庆祝父亲的活动。那今天这个活动的内容呢，主要是来关心我们的辛苦的爸爸们所以我们今天活动呢有3个项目。那第一个呢，就是有关癌症的筛检。那我们透过一些闯关游戏呢，如果民众有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癌症的筛检，就有机会拿到奖金跟奖品。那如果这个过了关呢，还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香蕉来响应我们这个农业政策帮我们农民解决这个农场过剩的问题，那也可以让自己吃香蕉获得健康。那第二个活动呢，是有关我们的爸爸们呢，通常都是常常很辛苦的工作，却是常常忘了保健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有示范了一个健身操的部分，让我们民众来学习如何这个保健自己。基比医疗中心每一档的父亲节，拢会举办亲像这款宣导健康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暖心爸爸永保健康父亲节活动，更是针对现代人上界重视的饮食健康、癌症筛检以及运动进前的热身，以及运动伤害防护等等来做详细讲解。基比医疗中心也借由活动，希望让全天下每一位爸爸拢会当平安健康。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将近3年前，美食料理伫南台湾也未流行的时，咱台南伫邦桥道对面，第一间有一间专业的餐厅。3年后，该餐厅由第2代接手以后，扩大创新经营，同时选定父亲节之天，伫永康分店正式开幕，希望找回过去台南人怀念的滋味甲回忆。以披萨、炸鸡等美式料理作为特色餐厅，对1989年伫台南邦桥道对面成立以来，已经将近30年。现在交予第2代经营以后，扩大服务。父亲节之天，正式伫永康设立第2间分店，不只有150个舒适的座位，更有半开放式的厨房加扫摇设计等创新风格。而且2楼也有包厢加囡仔佚佗空间，总共320平，相当宽阔。可是老餐厅的扛棒就是无简单，除了创新，重点嘛是要找回30年前的感觉加回忆。曾经试着去转型过，所以在健康路的818曾经卖过排餐，也有试着去卖红酒，做那种红酒会馆。对，然后那到最后决定说再试一波，把它做回30年前的味道。所以我们把里面的装潢，其实当时在重新做的时候，把里面的装潢也做回有一点点以前的感觉。对，像您看到那种窗边现在这个椅子，都是最早期的时候会有的，上面那个皮雕也是。对，我们想要带回一些复古的概念。对，然后做回以前的味道。2002年，咱台南第1间披萨店陆续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虽然有转型，不过犹原徛稳脚步。现在搁要扩大营业，回归经典的口味。我靠的是袂当透露的独家秘方。我们的厚片其实跟外面卖的厚片有落差，有不同。对，我们的厚片其实你真的去吃的话，在现场吃你会发现它的底部很酥脆。对，然后我们的厚片每天都是面团师傅自己去揉面团，然后去发酵的。对，然后我们有加入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配方，有一个小小的秘方在面团里面。对，所以有一个很独特的香味。对，然后再来就是炸鸡。炸鸡其实是也是有一个它的独特的秘方啦。
对，有一个独特秘方在里面。然后我们是采压力锅，所以每一锅盖下去的时候，大概都要20至30分钟的一个油炸的时间。对。选伫2018年8月8号来盛大开幕，对业者来讲，拄好甲数字店名配合，嘛算是天时地利人和。电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面对8月才实施的准公共化托育政策，但市场参选人柯中信虽然表示肯定，不过针对目前伫厝内家己带囡仔补助只有2500块，因为对全职的妈妈并无公平，要求应该比较公共托育所补助的5500块，才当避免有权利被剥削的感觉。目前中央补贴新制度有育儿津贴、公托、保姆或者是私托等4项。不过，安尼区分煞无看到全职妈妈伫咧厝内带囡仔的辛苦，因为目前对家己伫咧厝内带囡仔的补助只有2500块。台南市长参选人柯中信认为，应该爱比较公托补助3000块，等于每一个月总共要有5500块，安尼对着家长来讲才公平。去公立的这个成本，是6000减3000，迄3000吼，这3000咱爱甲补入去迄2500内底，就是讲这囡仔若由老母，还是老爸，还是阿公阿嬷家己带，尤其咱台南地区足侪阿公阿嬷咧带，阿公阿嬷家己咧带。这个时阵呢，咱也敢若互伊2500啊，煞变成对因无公平。所以我若有法度当选台南市长，我会伫台南市呢互因较公平，就是这3000呢甲补起哩，这3000甲补起哩，我安尼讲，大家听有因为这阿公阿嬷咧带囡仔，也是老爸老母家己咧带囡仔，伊无送去公家，等于替公家省3000嘛。所以讲，咱甲伊补起来，安多5500啊，安尼对遮家己咧带囡仔，阿公阿嬷，也是即个老爸老母，这是较公平啦。另外，柯中信也表示，未来伊若是当选市长，会辅导企业设立员工托育的机构，或者是建立着社区整体的托育机制，打造友善的托育环境，互父母会当安心来做工课。等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文化局上午伫议会定期会所进行的业务报告当中，除了针对年底就未试营运的台南美术馆进行专案报告，并对开1亿外所打造的台湾船，究竟当时会当活化再利用，上午嘛接受议员质询。地政市长柯添在林内模仿电信公司机的正船，以比伊所打造的台湾船，这个1月外才完成动画，第8航行船尾的登去，到达起付甲包厢的关系拢也未结束。对此，议员罗坤浩上午相当不满，向文化局质询，到底台湾船也搁要拍远到当时，建议民间投资发挥上大效益。我当天时我就甲你建议讲，伫阮东西洋行头前迄个那个湖，迄个湖如果来起一间船屋，未来就对啦，会当互咱的乡亲入去参观，一寡游客入去参观，如果若要扣费用，嘛袂要紧。结果到即马拢可以啊。已经拢差不多啊，有寡电视的部分也拢做啊差不多啊。即就是迄个景观可能议员真有看到是讲，阮真有工程围篱围起来，内底做景观，未来。伊会当变做是一个会当可供参观，包括民众拢会到船顶去参观，包括暗时阮来开放，所以就是讲要安怎互伊个功能会出来，这是阮真一直咧做的代志安尼啦。文化局会长除了强调台湾船的修复甲电视拢已经完成，并无拍远，现在就欠景观工程，预计上紧11月就当登现伫市民眼前。到时将会当互民众登船，同时开放夜间参观。但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社团法人台湾点灯关怀教育促进协会当年关心弱势教育问题，这摆特别邀请那马夏学生来高兰府社进行为期3天的感恩加文化交流活动。这群原住民学生除了走访台南的文化景点，嘛再来精彩歌曲，来回馈台南乡亲热情的交谈。
伫咧社团法人台湾点灯关怀教育促进协会理事长李新香的主导之下，经过4个月筹备，那马夏学生感恩以及文化体验之旅，总算伫咧8月8号展开，要来进行着为期3天的旅游。伫咧部落老师周林淑芳的带领之下，那马夏的学生19个人，首先来到台南各大景点参访，进行文化交流体验。伫中昼的时阵，协会也邀请全体人员来到阿地亚牛排馆用餐，来表达感谢。学生也展开一连串精彩表演，来回馈着协会付出。我们是第一次出来到这边，所以我们有点就兴奋，又紧张又高兴，所以他们3天前都没睡觉，好等待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也是9年前也有来过这边吃这个牛排，就是孩子说一定要到这一家哦，所以孩子也长大了。那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就用8部合音，原本是我们在那边要唱，因为那边是室外，不能会声音会跑掉。那我们唱的好不好？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歌曲，然后希望大家能喜欢。9年前的今天呢，这个拉玛夏舞曲的室内这个拉玛夏地区嘛哈，那今天他们用一个温馨的，我们用一个回馈感恩的一个心情哈，到府城来，因为当时我们府城各界也给他们很多的一个赞助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9年来他们的成长跟茁壮哈，那这个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往后啊，我们还可以跟这个阿芳小姐哈，一起来努力哈，我们让这个地区让这些小朋友能够更茁壮、更发展哈。协会促进那马夏的学生来到城市进行一撮多元文化的体验旅游，确定因的生活也是成长当中非常重要的学习过程。在理事长李新香的呼吁之下，协会秘书长施正典以及干部赖武忠、林武长、黄文宏、张文启、黄正光等人的共同拍拼，结合着社会各界爱心，才当让这届感恩文化交流之旅会当顺利来进行。也希望大众会当持续来关心着偏乡教育的议题。台湾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先休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今年年底公演，安琪艺术部的团无共一般的舞团，选择北京等名校的师资，而是选择到对方有上侪少数民族分兰来进行训练甲交流，希望丰富团员的肢体表演。第年底将上届优质演出呈现给台南乡亲。在地将近30档的安琪艺术部的团，为了今年底公演，伫团长杨安琪甲艺术总监吕新怀带领，将前往对方芬兰进行训练，除了接触甲当地民族文化交流，提升舞蹈动作难度，来增加舞者的素质以外，当然嘛希望年底用舞蹈跳出汇率的生命力，呈现给台南乡亲。云南是一个很多彩也很多元文化的一个城市那其实在内地在中国大陆有56个少数民族，有52个是分布在云南
对，那所以它很多元的一个种族舞蹈，像我们众所皆知的傣族。彝族这些都很漂亮的舞蹈身段，这也就是吸引我们这一次要做移地训练的一个主要重点。其实，在台湾的艺术学习不像在内地说，这样的一个栽培，将来到毕业之后或者学校毕业之后，能够有比较多元多广的一个工作机会。那其实我们希望在台湾，我们希望诉求的是孩子舞者他能够快乐的学习，那将来能够游于这个舞蹈的舞台。那不管说他将来要不要去考这个舞蹈学校，或者说是不是往这一个方面去走，我们都希望给他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学习回忆。这个提供舞蹈教育的安琪艺术舞蹈团队成立以来，培育出侪侪优秀人才。今年就有团员通过5万多人竞争的北京舞蹈学校加中央戏剧学院，持续伫舞蹈这条路发光发热。毛议员柯志春感觉欣慰。今天我们来协助来开这个记者会，一来是赞赏我们这些的成员，那他们长期来这样的一个投入的舞蹈，不断的在自己来自我激励，在提升。那我们也是特别要恭贺其中一个团员，今年也考上北京的舞蹈艺术大学以及中央的戏剧学院，在我们杨安琪团长以及他们的团队的成员里面。在我们舞蹈界里面，不止在台南市一个荣耀，在台湾能够发光，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发光发热。经营一个舞团真正无简单，加上每一档拢国内外交流加公演，所以嘛希望年底市民拥有购票来剧场看戏，互因实际上上大鼓励。第新闻顾文吉、郭国义采访报道。独立社区发展协会配合教育部的暑假讲读计划，对30多位来应征学生当中，经3位咱在地学生进行社区爱心用餐以及营造等工作。历经过1个月的讲读以后，因不但重新认识独立社区，嘛学习侪相关社区营造知识。透中道就骑着乌多摆。沿路发送便当，互老大年人，并甲因关心。这是独立社区发展协会透过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暑期攻读计划所找来的3位攻读生。因每一天要做的工作，不只是发便当，也时常爱摒扫着独立社区的环境，并投入社区营造的工作当中。我们之所以用在地人的目的是说，这在地人对我们在地的文化历史，他会比较清楚。跟了解，可是呢，很不巧的，这3位同学竟然不曾到过鹿耳门来，所以呢，我们在整个攻读了之前呢，我们在7月2号，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职前训练，我们也请了老师来帮他们上课。那这3位同学呢，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杰出，而且都彼此的合作，在他们学姐的帮忙指导之下呢，每个人各司其责，尤其是在我不在台湾这3个礼拜，他们表现更为杰出。这是我们社区今天能够得到这3位同学，在他们的专长上，在文创、在社区营造、在网页这个行销上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那以目前来看，就是网页粉丝团的经营是看得到它的绩效比较明显，它的点阅率听说，因为很重要，所以讲3遍，已经超过1万人次以上了。原本这3位少年虽然住伫台南，但拢无熟悉独立社区。经过这1个月，也互因重新熟悉这个所在，并发挥专长，做好社区营造的工作。因为毕竟之前只有理事长在这里帮忙，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花很多心力在这上面，所以我们要就是替他做整体的改造。然后这里面就包括说他们美丽的3餐的，就是照片可能做美化，然后整体来就是做一个有比较完整的规划。这3位学生除了积极协助社区营造、甲关怀老人等等的工作，也发挥少年人的创意甲想法，画美食地图。也将粉丝专业运用相片甲文字，去因破万人次的观看，替独立社区加入了满满的趣味甲活力。
台南新闻网子好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担任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所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带大家来学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听到的客家话，同时了解客家话当中的5种腔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从1月份播出到现在，好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以为我也是客家人呢。我是客家人，我哋宋之城有线电视台当家主播，也差唔多会变成客家文化探人咯。讲实在啊，除了短的时间，人讲嘅啊教学上涨，就係呢意思啦。为到我将我哋嘅节目做到符合所有观众朋友对客家文化嘅认识了解，我哋愛尋當多嘅資料哦，我要當多嘅考證。雖然過程當辛苦，唔過啊，也每次都當有意義，當有價值。是啊，語言跟文化的認識與了解，本來就是與時並進、與日俱增。小鄧老師，我們今天的主題要談什麼呢？人啊，係一個民族嘅人啊，人係冇睇嘅文化就是睇嘅。今本日嘅主題出來講實用嘅客家話。好，這個很重要哦，這個很重要。那我就先來問哦，所謂民以食為天，那就來問吃飯的客家話怎麼說呢？食飯，客家話就講食飯。食飯，錯，食飯。頭擺農業社會啊，更中人天錯，餐愛食飯，冇食到飯啊，就冇生存咯。故說餐愛煮飯，餐愛食飯。是啊，我們國人飲食多元化多樣性，說實在還是要吃飯才覺得有吃飽啊。故說啊，係講一下課，也係一下班，英文。批到嘅飯菜香，要等到阿妹做下係飯煮好咧，好食飯了，這係幾幸福嘅事情啊！今天我們節目單元介紹吃飯，先來複習一下幾個詞彙好嗎？吃飯叫做食飯，餐餐要煮飯，餐餐要吃飯，要說餐愛煮飯，餐愛食飯。飯煮好了可以吃飯咯，可以怎麼說呢？飯煮好了，好食飯了。哇，觀眾朋友觀賞到這一段，有沒有覺得客語真的不難學，也不難懂？而且我還覺得客語的聲調好有趣，好好聽哦。我們再來說一次好嗎？食飯，餐愛煮飯，餐愛煮飯，餐愛食飯，餐愛食飯。飯煮好咧，好食飯了，家下聽到小晴講客家話嘅聲調當好聽，一啲都冇唔錯嗬。在你下台灣客家話嘅強調，除了我哋下講嘅強調係4音強，另外還有4種嘅強調哦。原來客語還有其他腔調，小鄧老師沒有特別提起，我還以為客語就是目前我們說的就是客語。那請問小鄧老師，還有其他客語腔調是什麼呢？除了佔大部分客家人口所講嘅客家話4音強，4音強呢有分北4音、老南4音強。小鄧老師我係桃園客家人，我當然講嘅就係北4音強嘅客家話，係另外4隻強調呢，分別係海陸強、太浦強、牛平強、老浙灣強。總共5種客家話嘅腔調。原來客語有5種腔調，分別是4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和诏安腔，共5種客語的腔調。錯，簡單講啊，就係西海太平安。也就是客語5種腔調的組合，四海大平安。
哎，我想请教小邓老师哦，我们怎么去分辨客语的5种腔调呢？因为节目时间嘅关系啊，我只能够就一般因为我接触到嘅客家话，太约嘅来做说明，就以因为基本语所讲嘅词汇示范，也係試驗強，係講嚟講 sheep pond，也就係海陸強，我係講 sheep pond。也是太普通的講法咯。那一講 sheep pond， 這個就是饒平腔的講法。最後 sheep pond， 這個就是周文強的講法咯。哇，有點混淆了哎。那我們一般我們外人怎麼去區分他說的是什麼腔調呢？其實你也當好偏神比如講嚟講。什麼也暗講，或是講什麼也東講，一聽就知道這是北四縣腔的客語。那係暗用講，什麼也該鬧出啲佢係南四縣腔，我係講當通也係客家四縣腔，那係我講當切，呀當切呢也是很痛的意思。講當切係太普強嘅講法，講定啊，人哋好下自家天使學院根本嘢就講到了咯，你下去嚟鬧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哦。现在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地将主好天气，温度23度到32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月阵风6级。介绍收看8月8號中間台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嘛祝所爸爸父親節快樂，咱再會。